基泰建设位伫台德街建案，因为挖地下室造成边仔的公寓塌落去。因为基泰建设是上重资公司，所以证交所早起嘛派人去查基泰建设的时候，市官王世坚第二军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告基泰建设的头家涉嫌未遂。上发组进进出出费用人员也无用送回，这是台北市的形容路。造成面梯塌落去的基泰建设总公司就伫这栋大楼10楼，证交所21派人靠基泰公司进行内控实地查核。市官王世坚第二军也伫早起到庭去北检，加告基泰负责人涉嫌未遂。他不考虑已经观测到的数字，你还要求工地，加紧施工，所以你们就开挖了，完全站在你个人利益、公司利益在考量。王世坚表示，为检测资料判断，基泰大地伫连续壁施作了后，保养期间都已经出现检测数据无正常，基泰议员选择继续挖。附近的主体早伫8个月到4个月前表示，住所因为基泰动工造成大门歪去，壁被开漏水顶，想要到台北市都法局煞回答。就会勘的目的地，无危害公共安全的记录。建筑工地应继续施工，本局无立管。这和这建案附近建筑物拢落落去，影响400多人有厝所无法度转去的情形。事实上，基泰伫事发了后发回本金予受灾户的同时，也一并发合作兴建意向书。条件包含古建物重启一边换一边，搁负责地下平面停车位，暗无引起外界质疑。意向书的文字不清楚，未来一定会出现问题。我们的这个房子它是属于公设比很低的部分，那如果新成屋是不是又要加公设比进去呢？所以我觉得这都还没有写得非常清楚的状况之下，基泰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合约去来跟住户谈。刘彩辉认为，在现代建筑公设较未到做35%起跳情形之下，那用虚平来算，受灾户被维持原来居住平数，差不多拢爱搁另外补价差。安尼无清无楚的兴建的意向书，实在互人怀疑非常的生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